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以站在真理上的阿美族丰年祭彼此来勉励。Salikaka mapulong anini pakani numita itini i palanaan i sual no kawas a ilisin no amis masasi paitzel go faluzo numita。经文马太福音5章17节。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Usakata ini aku i usapala sawatau aku to likut ni Mose atau ni pasifana anno pali ayawa itu sual no kawas akakasaan ko bihalateng namo. Cai ko palasawatai aku sapilah ciau aku to nini ko sakata ini aku saan. Matthew chapter 5, verse 17. Do not think that I have come to abolish the law or the prophets. I have not come to abolish them, but to fulfill them. 哥林多前书10章26节。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Matusual amatilir i fangzalai jutar.Uhakal atau maulipai i hakal i unutapang a ma'min saan. 1 Corinthians chapter 10, verse 26. For the earth is the Lord's, and the fullness thereof. 丰年祭即将来到，许多基督徒都会问：我爱部落，也信靠耶稣。我该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呢？今天我们从主的话语一起思想。第一，耶稣不是废掉，而是成全。神并没有否定各族群美好的文化，而是要我们把文化放在真理之下，使一切归荣耀给神。我们珍惜族谱、歌谣、舞蹈、语言，也珍惜祖先留下彼此相爱团结分享的精神。第二，敬拜唯独归给上主。当祭仪涉及向祖灵祈求或宗教性仪式时，基督徒可以身在场合中，以尊重的态度，但内心不参与敬拜的内容，在心中转向创造天地的上主默祷，求主赐福部落，保守族人。如果一位头目同时也是教会牧师或长老，肩负带领族人的责任，更需要以智慧带领，可以纪念祖先留下的文化与榜样，但在祭典上祈福仪式时，将感恩与祈求清楚转向创造天地的上主。例如参考祷词：全能的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土地、雨水、阳光与丰收，也感谢历代祖先留下珍贵的文化与彼此扶持的精神。今天我们同心仰望您，赐福部落，保守长辈、青年与孩子，使族人和睦，家庭平安，土地丰收，愿一切都归于你。阿们。如此，既尊重文化，也忠于信仰。第三，让族人因着我们生命看见基督。信耶稣的人应当更孝敬长辈，更乐于分享，更有节制，更彼此相爱。人若看见我们的生命，就知道信主不是忘记自己的文化，而是在基督里活出文化最美的价值。最后，我们彼此勉励，当我们效法耶稣，融入在以色列文化之下，我们尊重族人文化。其次，当我们也融入在族人文化之内，与族人们彼此相爱。最后，还要融入在族人文化之上，与族人高举基督，站在真理上，在丰年祭中活出基督的荣耀。愿我们都成为部落的祝福。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与勇气，使我们在真理中站立得稳，在文化中活出爱，在部落中成为和平与祝福的见证。
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